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係正月初七，喺度蘇發德恭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今日點解會拍呢條片呢？就最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下呢，我未試過農曆新年咁忙嘅，真係日日都忙到癲啊！咁就除咗正常嘅拜年之外，其他時間都基本上係不斷做嘢同埋做嘢啦。咁之前呢，農曆新年之前都已經 prepare 一啲寫符嘅工作，咁就 prepare 下，已經準備好晒。咁住喺新年就開始有一系列嘅風水啦，跟住有主要幫人招財啦、祈福啦、太歲啦，跟住財運啱都寫咗，都真係幾忙。咁就託賴大家嘅照顧啦，咁就可以有咁多法事可以幫到大家，咁多符幫到大家，呢個都幾開心嘅。咁另外就係想係咯，解釋下點樣。近排我都有每日拍片嘅，但係啲片其實就係之前嘅倉底貨嚟㗎啦。咁就亦都係之前嘅音樂會啊，或者係之前嘅學生拍嘅片。咁而家好彩我啲學生都乖，都開始生性咧，咁就個個都吹得幾好。咁我點解會叫啲學生咁樣拍片法？因為逼到佢哋練習，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吹得越嚟越好啊！真係越嚟越好，咁就可以幫到我咁樣拍片。我自己就希望嚟緊都仲有時間可以偷到好似而家咁樣。其實我今朝已經教咗幾個，咁轉頭咧又會再教。咁喺呢個學生與學生之間有個小小 break，咁就拍條幾分鐘嘅片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咁今年都幾開心嘅，第一次新年可以忙到咁樣。我相信我將來嘅新年都只會越嚟越忙嘅啫。希望到時就可以繼續有一系列嘅片段同大家分享啦。我自己又可以抽到多啲時間拍到多啲片。我知道大家都好中意聽我吹笛嘅，我明白。咁但係希望都揾到多啲時間。咁嚟緊我今年嘅2005年嘅目標咧，咁就係最主要，我希望完成到2個 studies。第一就係 Advanced Volume 1，我大概爭4分1到就錄晒㗎啦。咁第二個就係 Advanced Volume 2，咁呢個就誇張啲嘅，爭4分3至5分4到啦，咁就先錄得晒。咁呢兩本咧，我就希望今年可以錄晒佢，再加啲可能有啲特別嘅歌，可能會想錄下，或者學生音樂會。幾忙都好啦，我都其實希望想搞到學生音樂會嘅，咁就希望幫助到啲學生提升，亦都可以有多啲機會表演。始終而家可以咁樣表演嘅機會比較少啊，咁就希望啲學生都可以有能力咁樣做到。咁法科方面咧，咁就我相信都只會忙嘅啫，咁就不停咁樣忙，咁就幫到更加多嘅人。法科希望我忙之餘，其實做咗咁多嘢，都可能會都有人問我想唔想拍啲片嘅，咁但係就真係要到時睇下，可能叫法寧師姐幫手拍多少少片俾大家睇下，自己就真係冇時間，忙到完全拍唔到。我都好羨慕有其他人點解可以日日拍片，咁差唔多日日拍啲新片咁樣咁犀利，我就真係做唔到，係啦。咁因為真係太忙，咁就希望嚟緊可以，嚟緊都係講多次，希望有多啲片段同大家出街見面分享。大家如果有咩想知道嘅，咁可以講低俾我聽。咁有咩嘢 topic 想知嘅，咁我可以 drop 低佢。我有時間嘅時候咧，咁就會錄低俾大家錄低，跟住就會拍大家想要知嘅片。因為其實有好多片段可以分享嘅，除咗長笛片啦，咁另外法科方面，其實我而家都接觸嘅善信多咗，其實古仔分享都多咗嘅。咁就想知我啲古仔，咁就留意我頻道啦。咁就希望繼續係咯，大家都身體健康，最緊要身體健康，揾多啲錢。好，今集嘅節目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又要準備做嘢啦。咁就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